喺古代咧，陸路嘅運輸係好費時費力嘅。你諗下，你孭住一隻驢嘅貨物行幾百公里，隻驢要食幾多糧啊？咁你嗰個貨物值唔值得嗰個價值咧？嗱，所以咧，其實喺古代咧，河咧就係古代商貿嘅 super highway 嚟嘅。因為一隻船咧可以一個人揸住支擔挑咧，慢慢撐咧，就可以由個河口一路去到好遠嘅地方，明唔明啊？但係帶好多嘅貨物，所以咧喺古代嘅其實運輸嚟講咧，主要係靠水運嘅。英國嘅工業革命，曼徹斯特咧就係其中一個發展得最好嘅地方，而當時曼徹斯特之所以可以發展到好咧，除咗靠佢有嗰個優良嘅港口之外咧，仲有就係佢有一定嘅運河，係可以將好多地方嘅貨物咧運去曼徹斯特嘅。嗱，今日嘅呢啲運河咧係可以，如果你去英國做呢個旅遊咧，係可以去參觀坐下嘅。嗱，所以你可以睇到咧，古代嘅水係對古人嚟講係帶嚟生意、帶嚟錢財、帶嚟呢啲嘢，所以我哋廣東話有一句説話就係水為財。